由张永杰老师特别精心指导的。知道张永杰老师的话，中央很了解，因为他旗鼓啊，这个在能够调教出这班的这个好弟子，你们都是张永杰老师的这个得力弟子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把我们的老师所传授的这个技艺呢，今天呢要完整呈现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准备要大家的掌声哦，欢迎一下我们的这个小凤队的掌声。好。来，哦，我张哲的很有造型了，来，得奖的是。很有缘哦，来恭喜你！说你从哪里来？而且我们局长今天是以主人的身份。对的啦，都不一样啦。来，脚踏车代表的是。哇，连续1、2、3、4、5，有没有脚踏车？对，高一点。